咁近日啦，就有一單新聞，就係和盛和嘅左口將一個美容嘅公司商人挨石打到死咗啊！咁咧，為咗避免成為黑社會或者不良分子圍毆嘅目標、群毆嘅目標，我哋咧就要用極力降低關聯度，保持低調，建立警覺，並善用法律與社會資源嚟保護自己嘅。依家我會講下幾個層面嚟講下點樣可以預防。首先，劃清界線，遠離不良圈子，絕對唔同有幫派背景、黑社會成員或者喜好毆鬥嘅人交往。好多毆鬥嘅群毆事件嘅受害者並非頭目本人直接衝突，而係被朋友嘅朋友捲入嘅。第二，避免過度八卦同傳話，唔好喺社交平台或者私人場合議論黑幫人士、過節或者幫派紛爭。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隨意議論很容易招到不必要嘅誤會或者報復嘅。跟住就係謹慎對待金錢與權利糾紛，避免參與地下賭博、高利貸、非法投資或者未經合法嘅利益分配。黑幫衝突往往圍繞利益展開，唔上當、唔涉足就係最佳嘅防禦啦。第二樣就係行動同場合嘅選擇，避開危險嘅時空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避開去一啲高風險場所、夜店、酒吧、地下賭場、無牌 KTV、深夜宵夜檔等，都係幫派成員聚集或者容易發生酒後衝突嘅場所嚟嘅。注意出入時間同路線，深夜至凌晨係呢類衝突嘅高發期，盡量避免深夜單獨喺偏僻嘅巷弄、治安嘅死角或者治安較差嘅區域逗留。保持環境警覺，入座公共場所嗰陣，習慣性咁樣觀察下周圍嘅人群同埋安全出口。若果發現附近有群體酒後聚集、喧嘩、肢體摩擦或者氣氛異常緊張，應該立刻埋單離開，絕對唔好留低嚟睇熱鬧。第三樣，行為處事嘅風格啦，控制情緒，避免摩擦。喺公共場所入面，陌生人發生碰撞、車禍或者口角嗰陣，保持冷靜客觀，語氣緩和，唔好用挑釁性嘅語言或者肢體動作，唔好逞一時之快啦。遇到眼神挑釁或者無理取鬧嘅，就適度地忍讓並且迅速離開。能夠用語言化解就化解，能夠離開就立刻離開，絕對唔好引發正面衝突。平時低調行事，避免炫富、張揚或者刻意展現強硬姿態，減少成為他人眼紅或者挑釁目標嘅機會。第四啦，應急同法律保護。若果你感到威脅嗰陣，記得留低記錄或者證據。若果發現有人跟蹤、監視或者收到威脅脅迫嘅訊息，務必須留意截圖、錄音或者監控畫面，及時向警方求助啦。一旦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，或者發現有黑道勢力意圖騷擾，應該立即報警，撥打999或者去附近嘅警署，尋求警方保護同黑社會犯罪調查部門嘅介入。建立個人安全聯絡網，向信任嘅家人或者朋友報備行程，開啟手機定位共享功能，以便突發狀況嗰陣有人能夠第一時間獲知你嘅位置。總結就係唔入邪途，唔湊熱鬧，唔高調張揚，唔心存僥倖，遠離是非之地同埋是非之人，就係保障自身安全最佳嘅護身符。
好，咁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啦。